第五个词汇苞米，好，一个苞米有几个讲法，有水米、水米、粒米、点米。也四个词汇呢，特别会就会翻译讲的最尾、最后一个、后面的。还有一个例呢，有乜个呀？苞米出了嘅会锁门，最后出来的呢要锁门。第二个例本来讲会请假，苞米佢又讲会来。本来呢说要请假的，最后呢他又说要来了。好，一个例呢，就会讲事件的最后的意思。好，再来呢，一个苞米，我哋会联想到乜个呀？好，苞米有可能係最尾的啊，那你就想到，可能考试最尾名，好排名最尾名的时间，那你会用来讲。好，大苞米，好，这个呢就是殿后，这个大呢是指得到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得到什么名次。好，一个例有乜个呀？阿哥参加马拉松比赛，就到班参嘅腳究竟，鼓手大苞米。好，因为呢，哥哥呢最後呢就抽筋了，所以呢得到最後一名。好，頭先我哋講到哟，苞米也係時間嚟講，係最後背嘅。那我們現在帶大家來做另外一個聯想。熊饭的意思是乜个呀？在时间的最前面，笨蛋，笨蛋。好，这个意思呢是起初、原本。有一个例係乜个呀？廿四條笨蛋係阿貴夫一個，佢退休過後就揾阿公來接手。好，第六個詞彙哦，吃豆。好，有一個時間我哋補充一下哟，男士有冇講？这豆，好，这是讲什么？觉得吃豆，北部的说法，南部呢这豆。那华语的意思呢是觉得。哎呀，个你也有乜嘅呀？记得哦，比上很些时节嘅事情，吃豆都生气。好，如果遇到难事情要怎么说呢？比上很些时节嘅事情，这都归生气。好，听捏的耶哦，那吃到要面包浓厚色。好，我来念一次南四县的念法。那这都要面包归厚色。好，另外一个发音不同，意思就不同，容易混淆的。一样呢，华语的用字呢是试着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要念另外不一样的发音哦，吃走，吃走。好，这是试穿衣服的试穿，吃走。哎呀，个詞彙啲係乜嘅呀？一身衫褲當好看，做得吃足看啊！